来乡亲啊，继续要来讲2月14是西洋的情人节。台中有民意代表做元老的助手，发送到元老成军所加持过的姻缘线520条，要来促成到好姻缘。即日开始开放给民众免费来摕。 真侪里长和里民拢来到这摕姻缘线，这拢是立委曾敬庭、台中市议员詹兆营，进前去到300年历史的丰原朱济宫，向妈祖各元老求来，要来分送给里民。少年人拢无想要结婚，因老爸老母看到我摕这，甲讲这是姻缘线，好，大家就紧来摕转去。台湾少子化问题哪来那严重？为着少年仔有一个好姻缘，服务处来做元老来发520条姻缘线。那这长度拢有照文公笑落去牛，和民众会当招一段好姻缘。各行各业市场的老板啦包括所有的做生意的老板都能够来这里拿这种姻缘线。服务处现场毛布置花草，透过幸福的花体替姻缘加持，让大家会当在兔年找到家己的爱情啊！ 嗨，我是映彤，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站起来！